好久不见。今天啊，来看你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今年我带一群女生回去打甲级联赛啦，哈！这是他们照片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长很蠢？再过几个礼拜就要比赛啦，他们很认真在准备，也准备的不错啦。不过你知道，主要是因为我功课都有在顾，也都有跟上，体能跟动作也都做得蛮好的。他们这么认真，你在天上啊，要保佑人家啊哈。不过你也知道，以我的个性，我一定会吵爆他们。放心啊，他们的身体我会照顾好。啊，好。有，哎，作业慢一些。根本数到尔，毋是就大考来本好上来用嘞。看好上诶，免扣。哦，哎，请进。佩安教练，好久不见。我在联赛资料上看到你的名字，想说就过来看看，顺便看看器材用的怎么样。哎呦，向经理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百忙之中还让你这样跑一趟。不会啦，其实我跟范江是旧识了。之前我儿子在和光打球，10年不见了，想说就过来打个招呼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么巧哦。这样，向经理难得来一趟，跟学员讲讲话吧。啊，好啊。来，主任，我们等一下要去跑好汉坡，可能不太方便啊。翻狗。来，这资料给你，顺便给学生参考一下。这是我花了很大力气才拿到的，这个赛加油。我先走了。来这边请。大家好，请问哪位是蔡乔云？我知道你有旧伤，这可以增加你的肌耐力。我想你就是队长江慧，对不对？是。来，这些拿去办公室，还有一些你分给大家。好。嘻哈。行李。什么戏？什么？那我们来自拍吧。1、2、3，耶！4、5、6，赞！教練，來啊，傾下來。來啦！教练一起来嘛。7、8、9。来，7、7、8、8、9。
过一步诶，就要直接赛咧，哈。N 真运动有氧体重比赛，对新兵讲。马开呀，有没按水？也蛮帮人天气的啊，苍网贤弟。天然，一条水然都天然。好嘞，接下來 M V 來到比賽前嘅訓練。哦，體能會減少，哦，加強分組對抗和戰術。一擺自己賽 M V 有一套戰術，一套錯，就一套，哦，一套唔到就拉咧，哈。一套戰術呢，就係對新兵應夠大半條。唔過 M V 加了，網球、網線、一場走，一人過來打下邊。到。哎，你哪一片啊？过来。罗宾人，大硬皮，对空，过来。传动，一起挡。罗宾人，各位。机会坐在给你，在这边就是要你打嘛，拿到一下、两下，出来就有了。各位拜，过来。几根？零岁。有咩問題冇？冇教練。閒氣有咩講？冇教練。平常時按惡面啊哈，也唔敢答咩唔敢講，也唔敢對抗嘅問題愛改，你有講過冇？你迄口吹真高真強的呢，唔打慢人打哈，昂啊打，往前打哈，他們155呢，你叫他們打。進攻咩唔敢對抗，防守咩唔敢，迄個硬嘅對手吼，那一天打啊哈，打到人下蟲，打到人叫。是做過嘛？平常時大家練戰術嘅時節，都單槍嘅練在用嚟聽聽，哈，唔理你客氣乜解，學妹都唔敢卡學子，哈，甲組比賽親面槍拔嘴啊，無用啲老人客氣嘅，撒下來，疲勞嚟強現來，哈，落面三人強出去。好，閉嘴，示範一下。條牌有做過吼，準備一下。好，加油啊！
把所有人给我扛出去！是教练。加油！加圆，用力啊圆！罗渊，罗渊，罗渊，救救你赶快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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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哎，没安尼。哎，哦，遐呢？看到无？看到无？问。哦，或者新北行到四千垃圾啦。难怪教练恶人连养。哎，谁呢？我意思呢？你是不是按太冲转一听从冇问题？喂，来，唔手按嘛，加电机，韩国冲下本机，用力一条，嘣，冲到篮板。哎，用用啊，歹势啦！哦，哎，继续看啊，继续看。老皮整，老皮整，唔对，鸟会要来？无啦，就想讲，照摕个时节，心情像无嘛好，就看营养的啊。阿姨，我朋友来了，我去找他们一下。谢谢。走啊！有人喺啲用品嘅时节错送咧，各种3年生嘅时节，用品嘅教练来请我，讲迄个片大球做得测什太好，还有业绩做得哪，我就坚持我会带佢强下去。慢用啲，慢用啲，高中1年生嘅时节，有一摆练对空，后期调试冲击就变到安尼咧，做唔滴，我就无会带佢迄个种鬼体风咧。也冇事情啊，我是要流水吗？好啊，来天数啊。安子谁？
古时候根本人教练爱有对抗嘅时间，你这样变唔快啊？可能啦。古说今年係我簽100嘅機會咧，我答應佢，我帶佢強下去食其餐。不過有件事情，冇老大家講哦，我冇想要到大家壓力動態。唔放心啦，因為老嘴連起來。好，唔過唔可以上你當啦，人都為了你聽書的啊。比賽嘅時間，你就本來一直暗號來出給佢，伸卡球。還有，我要打神殺術。乜嘅殺術？倒車唔對，要按，佢一定會同歡喜嘅。啊，吃饱了吗？吃饱嘞。来，给他看一下。哎呦，教练，要看动作摆嘞。卡特教头啦。哦哟，都曉配咧。我都冇愛看了。都曉配咧。地震，Steven，出來做一段，俾大家看。哎呀，你曉曉呀？何必真？沒懂會？啊？教練，屁子唔係有到意思啊？係乜個意思啊？到到起個東強係嘛？做咧打 WNBA 哦，都曉配咧。講乜個？唔了冇看啊咧哈！唔了照 V 照暗慢卡 V 要望認真，愛打甲組哦。哎呦，來看哦，唔了限喺打一組好咧哈。冇打從熟悉是分，更小事哦。還有啊，要係乜個？無所說，係乜人做誒？哈？係咪蔡巧雲啊？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。唔掉總高渣呢，我有教練。盆蠟燭啊！盆蠟燭，盆蠟燭，盆蠟燭，紀念。行，迄三隻煙幕，啊，第三隻總唔得講哦。第一隻，我希望人大熱洗其他。較細上條誒。第二隻，我希望大洋308嘅用品。大洋用品，大洋用品，大洋用品，大洋用品。迄三隻煙幕，我變到心關肚，總唔得講。冇事情啊，太感動了。不是笑啦，我因為那，人都喊出來啊！衝啊，好子！我唔知根本你係個什麼。就係啦。
哈太上调诶，冬后糖。的地方需要碰撞，需要自己爆炸。像是转风呀呀那一条那，轻一些，轻一些，不要那么用力指责我，我真实着不要堕落。我对未来没有想法，是不是就安然无恙？何必生，老祖插插。坦白讲，俺想一件事情，一下迄资格赛，因对新兵五亲密一节，因输2分，剩3秒。你进去抢到篮板。新马刘家文双手徛顶，像迄过5幕的，唔会那样做，专心，冷清，老速度，并慢speed，24个。我其他个上，像存蓝钳的，老 Q 的，3点1线，一下甜甜的感觉。干什么？外线要守，外线要守。没关系，不要守。暂停，暂停。快点，快点！你搞什么？眼睛瞎啊？2线有防守的，可以这样子传球吗？他们吓得要死，你们比他们更害怕。难道盯人不会破吗？不用看清楚接球吗？搞什么？你们去做啊！为什么你不会进总？你老多。哪有意思嘞呢？老跳摆大一组嘅时间，差动多。那没有意思嘞。你要当球冇比赛嘞呢。那希望过招一下，你就要跟妈妈。好啊。这有嘛该？这有都冇你嘞，有你打。来。木薯濕濕，濕濕，做乜？
还记得来跳摆问到个问题无？来遐个问一摆，上爱打甲族的骑士，同学继续徛顶。然后你就想一下，一起啊，怎样以來嘅練習？體能、快攻、防守，還有你就去強下示範，有人嚴格，有人請腳趾，一次都見半日，大家一條心。然後你就留搭擺嘅眉毛mắt節想清楚來，練球嘅時節，汗流脈絡嘅感覺，腳步有幾重幾甜，還記得冇？數學研究會選冇？唔會，就表示你有練到咧，一絲絲咧嘅進步，對，一起啊，怎樣來嘅成功？一下目珠打開來。教練，其實哦，我吃豆腐會爽。我記得一隻感覺，打人嘅爽當幸福哦。數邊下來，準備上場咧。來。陪你嘅籃球。這位好，他要排誰？你是真的很想紅是不是？教練排誰？积极。好球，好球。注意，跳马街，张开视听听啊！不要再睡觉了。比分187哦，走得吗？走得。好，来。进去，进去。
出去。往来下顾好，顾好。里面一个空哦。哦，站好，哎。不是，哎。暂停。你不懂哦，不用口也大啦，他是演的，你看不出来哦。唔卡 V， 本对手强强松松就起来，要无言暗告，当然不愿意使到细细啊。谁呢？不然啊。最高4个都在上面了啦，哈，还能怎么办啊？再随便打，莫给点下球啊，先瞄篮，出手有信心一点好不好？保护球，莫光光不引潮，做对冇？做对。敌嘛，敌。哦，冇要紧，来，加油！哦。南豪，加油！哈，你紧做嘛该啊？哈，紧做，记着要停等紧做呢，哈。第一天出来打球哦，加油啦！好，教练。批准好似真给你做对冇？直接带脑袋，看好跟。中间呢？快！小心后面。睇下排射。人啊，阮批准。教练，我很做点大。做点嘛该啊，哈！那看都听不懂哦。下来，可以眼神又会大。对嘛该？喂。南豪，加油！好加油！教练，我想要打球。你做好了。我真的做得松松。放手啊！
丑人呐！教练是谁？快快！加击球，安怎会打？两位表妹是嘞，电击就冲动来，莫阁出事，去做地支出反击嘞。先用清楚嘞，不准批双重。记得迄面，再用 BB， 记到遐味。啊，目的要差点。去热身了。教练是谁？老师啊，刚刚那个还没有犯规哦，那个手掌印都还在手上呢。换人。看好，他在哪里？挡了，后面。好。啊，先对到。后面。上去，对到。后面，杨伟，站好。第三分嘞！踢着好，恁掉的啦！前面班就50打的啦。我顶下面了。好去啊，迄才捌抢命。你妈生掉的。唔惊，来反共逼稳的。你稳住了。吃他。很好。好。很好。这样也犯规啊！摸空气也犯规啊！天哪！进攻犯规。唔系。佢叫發球。骗玩啊！看屁！手脏死，
脏也没你们偷钱的脏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刚好而已啦。哎呦，脏死了！老师怎么说我犯规啊？好了，他先抓人呢。前面蔡小玉没吹，他们一个先抓我的，前面蔡小玉犯规也不吹什么哦？老师，你们会不会吹啊？4次犯规了啦，还想不想打啊？哈？他们新北的球员哈，就是金子做的，碰都碰不得。我的球员是不是啊？还算不算是人呐？哈！哇靠！6只眼睛看不到那个球啊！全场这样吹要怎么打？哈！我阿妈我吹的比你们好啊！教练，教练。是不是就安然无恙？
也拢会想的无强用，拢会想的无强用。